头城唱歌是宜兰的民俗活动。旧历7月关鬼门的时，当地居民会搭高请比赛唱歌，但年拢成真侪人参加。台期待下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就要带乡亲做伙来看唱歌的历史甲意义，看少年辈是安怎传承这特别的文化。每一年旧历7月底，头城唱歌是宜兰上界有特色的民俗活动之一。这项活动是因为较早开垦的时期，侪先民牺牲，为因举办的普渡民俗祭典。本来要唱歌，就会请真侪民众来遮，因若这嘛互列做是宜兰县的无形文化资产。虽然少年人离开故乡，出外食头路电机，不过本来要办唱歌，伫外地宜兰人都会转来头城尽一份心。我做设计师，室内设计师，我就是外县市工作回来啊，我有看抢菇，然后跟这个。唱歌的前一暗，伫个岸河口会先办放水灯，互无形的知影明仔载要唱歌，卖当互在地少年人因家做爸母了后，还佫会当甲后一代讲唱歌的文化甲故事。当我们等下放水灯的时候，你们要小心哦，因为它是点火，所以要烧掉它。要烧掉它。我会记得我细汉时阵，就是安尼水啊，然后火棍，然后安尼收一个就水的。我会记得安尼尔，啊实际是安怎，我已经拢无印象啊。比赛正式起鼓，今年12支参加比赛的队伍，伫个高条遮选手就算过甲规分数的牛油，嘛要拍拼爬起5千。来看唱歌的民众，大家嘛做伙甲遮的选手加油。唱歌就是要传承啦，就是讲要有少年的知音，毋捌算过，啊，甲咱有可能会传落因安尼。唱歌反映时代变迁，这项活动毋但是比赛，也有真深的文化传承甲意义，嘛正是这种历史的累积，互唱歌会当伫现代社会佮重新兴起来，会当继续甲这个文化传落去。记者洪兆石、何主席宜兰报道。